各位乡亲大家好，又到停通的时间，我是自己带大家来运动，让大家有健康的明天的见面。今日大家来训练你的核心肌群、腰臀、大腿嘅肌力训练，跟拉筋。鼓励大家要有喜乐嘅心来运动，能讲适度咯，就要同多咯，能可以一同一后生，大家来运动哦。运动之前，你来做热身的动作。今日教大家行嘅明下来，用弹力带来做你的腰臀跟大腿的伸展。你明下来之后，你先将你的右脚伸起来，跟弹力带套到脚上。你行下你的踢的动作。你主要行嘅把你七条后背嘅肌群，一直到腰啊上，腰背骨啊上拢放喺度。你行下你踢嘅角度，你可以试啊上停下来，大口嘅呼吸。好，你慢慢的右脚向右边倒下去，左脚伸出。刚刚你的大腿有绑到紧，好，你的脚再慢慢的转到左边，一下我会感受到你腰臀压上跟大腿的外侧有绑到紧的感觉。好，你再慢慢的转过来。能弯脚，相同你行喺踢的角度，帮你七条后背嘅一条筋，跟腰臀的部分。你左腳慢慢的變下來，右腳伸出。再慢慢的转到右边，平常係有腰骨酸痛嘅人，就會適合嚟做你嘅暖身動作哦。你係能靜靜嘅暖身動作，大家學起來冇？接下來會帶大家來訓練你肚臍的核心肌群，希望你的核心肌群係最重要的肌群，第一天就慢慢的明下來。踢的動作好，腳慢慢的放起來，到90度那再慢慢的變下去，就算1度。第二天就做5度，一下一下慢慢嚟做，來1，慢慢嚟變下來，2，慢慢嚟變下來，3，變下來，4，好，慢慢嚟變下來，變輕鬆。我會剛剛講，你肚臍咧，下腹部壓上，我有感覺，由於就會訓練到你的下腹部的部分，你第一天主要嘅行嘅訓練你上腹部嘅部分，你放起來時間，我剛剛講肚臍當個壓上，肋骨下來壓上，我有感覺講是把順通，你就有訓練到你的一部分嘅肌肉。第一天咧，你會慢慢嘅放起來。假使講冇辦法放咁多嘅人，放一些些腳離地舒放起來嘛做得咯。所以講，做你嘅動作嘅時間，唔係代表講一定要放到某個角度。重點講嘅，人背囊有7、8放起來，腳有離開你嘅體內，你行嘅重點。
好，安尼慢慢的放起来。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慢慢的变下来，变顺。安尼有咧动作的变顺的核心肌群，与安尼头是咧训练，安尼就有咧动作很多眼镜蛇式的变顺，安尼的核心肌群，安尼慢慢的转过来。转过来时间，安尼的手可以撑起来，哦，撑起来，头拿可以撑起来，安尼可以感受到安尼的腹部的肌群就有帮到变顺的感觉。好，安尼再慢慢的变下来。安尼再慢慢的转过来哟。第二天安尼的动作，安尼就再做加一刀，好，再做加一刀。上头安尼一下一下慢慢的做，一下一下慢慢的做，做一刀算一刀。好，准备好哟。1，用下来，2。用下来，3，用下来，4，用下来，5，用下来。安尼去做咧创作的时间，我刚刚讲人肚式有用力，人背拢也上嘛有用力咯。所以我安尼头当来变下来时间，我脚拢撑啊时也上，吼。唔个撑啊时也上时间就刚刚讲，人肚式，尤其咧下腹部，拢会有向下用力。假使讲唔去做起来，变下来，吼，人肚式就冇用力，冇一持续的用力。所以讲咧嘛系最重要，唔去做起来时间，唔变下来时间，最好行个撑稳，吼，唔好变下来。安尼做一道就算一道，安尼就慢慢来来。啊，第二天的上堂会做的咧。好，放起来的姿势，来准备好哦，安尼慢慢的撑起来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慢慢的变下来，变向上。安尼去做的动作嘛，系重点行的讲，手脚跟安尼背脑，就会慢慢的放起来。好，放起来时间就撑稳。撑起来，各推一道拢唔怕。重点就是讲，你刚刚讲，人肚式压上就有用到力，用安尼压上的核心肌群慢慢的训练，人哋的核心肌群就越来越结实。好，安尼慢慢的再来变顺安尼的核心肌群。安尼手撑起来。头拿撑起来，安尼手撑起来是要想变顺安尼的核心肌群，用安尼变顺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安尼偷偷训练的核心肌群的肌肉。好，安尼可以慢慢的放起来，松下去嘅时间，安尼嘛可以慢慢的降下来休息一下，变顺安尼的摇滚。你的动作行嘅用安尼变顺安尼的腰部。好，头段的腰部时间嘛有出力，安尼可以用那个动作来变顺安尼的腰部，让它可以比较拉开来放松。安尼可以扑下来时啊，像拇指塞起来休息一下，变轻松了。好，安尼身体再慢慢的。一节一节撑起来，也脊椎嘛一节一节撑起来。好，我们慢慢的放起来。
运动之后，咱来做缓和运动。咱轻轻地搞大家行的肩膀的并缩，请大家来向下做。咱右手伸出来，手心向上，耳朵最高，转后背，慢慢的并下来。再来一摆哦，耳朵最高，转后背，慢慢的并下来。提上钳，你可以慢慢来转，越慢越好。好，做数，手心向上，耳朵最高，转后背，慢慢的下来。听耳钳，转后背。提上钳，接下来带大家来做一项用按摩球来放松咱的脚的肌肉，坐下来，坐下来之后，跟在的球的边呢，我们的阿基里斯腱当中。脚加上去讲述讲，脚空的是球的当中。好，接下来再加一边呢，脚难度就是小腿肚的后背，你行的天意的位，平常空的位，侬会刚刚站满酸痛哦。好，再换另外一片。做脚的阿基里斯腱，再换咯，脚难度压伤。伊个空在球的时间，慢慢的空，就有18旋通放松的感觉。好，头教的运动，大家有学起来冇？第一要停线上来做新的动作，接下来要带大家来做腰臀的伸展。你真蛮重要哦，尤其唔係有腰骨酸痛的人，唔可以跟你的動作好好地學起來。好，睇你動作先，趴下來，身體撐起來，用膝蓋，你的腳跟盡量着地，盡量着地。你就可以師傅從後會鬆一些，容易盡量着地。一開始你去做時間。左右脚可以互踩一下，用你的小腿肚、腳囊肚的筋頭較綁到一些，慢慢的左右互踩一下，放鬆你的小腿的肌群。好，再慢慢的鬆起來。第一天就直接做的格式，好，吸气，右脚仰起来，吐气，往前跨。做的动作最重要的就是你的骨盆要侧。好，我们做唔得轻一边，慢一片，就要侧下胸。好，慢慢的感受到你臀部的肌肉有绑到的感觉。是用大口的呼吸，大口的吸气。你一开始做就唔是用绑按住，就慢慢的再撑起来。撑起来之后，相同左右脚蹬一下，
好，吸气，安尼咧左脚仰起来，吐气，往前看，后脚往后滑。安尼伊做呢个动作最重要的就是唔可以有一个往前看的动作，唔可以冇往前看，而两只脚是啊上就会打结。相同哦，安尼降速到安尼咧腰臀也上有帮助的感觉。含用安尼咧背囊吃吃。好，安尼再慢慢的撑起来。慢慢的撑起来。好，吸气，吐气。安尼压到，安尼就慢慢的扑下来。安尼扑下来时间，我会感觉讲，扑下来帮到的劲，同头头帮到的劲就无嘛相同。好，你再慢慢的撑起来。相同，左右脚蹬一下，用安尼的脚难度再放松一些。好，吸气，左脚仰起来，吐气，往前看。相同安尼慢慢的轻下来，安尼木足可以塞起来，用安尼较放松一些。好，你慢慢的撑起来哦。左右脚相同蹬一下。安尼再来做一道哦，来，吸气，吐气，相同先撑起来。好，安尼再来，慢慢的撑起来。弯左脚，安尼一摆同一摆协做，你就会感觉讲牙镜头会越放越松。相同安尼点样扑下来，安尼再做下一道。一摆可以比一摆较轻度一些。撑起来，稳脚。好，安尼慢慢的放起来。运动之后，俺来做缓和运动，俺经常会教大家行个肩膀的放松，
请大家来向下做，安尼右手伸出来，手心向上，耳朵最高，转后背，慢慢的放下来，再来一摆哦，耳朵最高，转后背，慢慢的放下来，提上钳。安尼可以慢慢来转，越慢越好。好，做数，手心向上，耳朵最高，转后背，慢慢的下来，提耳钳，转后背，提上钳。安尼接下来，要带大家来做一项个用按摩球来放松安尼的脚的肌肉，安尼坐下来，坐下来之后，安尼跟你的球会放在我们的阿基里斯腱当中，安尼脚加上去，去讲述讲，安尼脚康啊是安尼球的当中。好，安尼接下来再加以放诶，安尼的脚难度就是小腿肚的后背，你行诶天意的位诶，平常安尼迄个康内的位拢会刚刚站满酸痛哦。好，安尼再换另外一片。做脚的阿基里斯腱，再换咯，脚难度压伤。安尼迄个扛在球的时间，慢慢的扛，手有是把旋通用松的感觉。好，今天的课程大家有学习了冇？鼓励大家秘密不管行的10分钟，也是20分钟，安尼弄来运动，安尼常讲，安尼宁愿是瑜伽垫当个运动来流汗，莫是一样行的平常当个流沫子，安尼要有喜乐的心来运动，停通，安尼下次见。